最近的天气当烧热，天狗热胃团的情形嘛愈来愈热烈。南投新增加2个本土的天狗热的病例。南投县卫生局表示，这2个住伫德山的个案是翁仔某的关系，最近嘛无出国旅游，平常时啊伫咧婚姻顾客种田，推测是伫咧做田的时阵去挖到的。他们没有国外的旅游史，那因为他们本身都在我们云林古坑务农啊，因为隔壁的务农的邻居有人确诊，所以他们也有相关的症状出现。那务农之后，偶尔会回来竹山的居住地，那为此我们本局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工作人员伫30的时阵赶去这个个案南投德山徛街附近做消毒。卫生局讲，这2个个案是翁仔某，28开始发烧，想要吐，也有头壳痛等等。伫婚姻的诊所做采检，确认是天狗热，这嘛正做南投县头一个本土的病例。